所来看到这个风神风台是毋是会成型，大家真关心。但是更加关心的是花莲光复乡佛祖街这个民众。 更加紧张，惊风台来啊会阁淹水，所以志工呢开始去贴沙包。现场的救灾侦侦协调所嘛开始备战，对明仔载开始就来进行疏散撤离的演练。各拿地沙包塔起来，比一个大人较悬。这是光复乡的佛祖街。 阵风台风神特别形成，都惊风台会阁造成灾情，志工拢提早做准备。可以看到，在我后面啊，有这个堆积如山的沙包，这些沙包啊，都是当时这个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时留下来的一些淤泥，它们晒干之后成为一些沙石。那目前啊，国军人员以及志工呢，都是把它装成一包一包的，可以提供一些防台用的准备。到了伫地势较低所在囤沙包，明仔载下晡2:55点，也会进行全面疏散撤离。 演练，从协调官贵人行宣布演练的时间会进行管制。伫光复乡的志工会集中到保安室到地沙包。明天下午2点钟，到5点钟之间，光复车站进来的人流或者是志工，我们会安排在这个车站旁边的阴凉处做停顿。伫管制这段时间，车袂使入来，来到3工的志工也会集中管理。 严格协调所也是呼吁志工，明仔载卖来光复乡。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尽量来帮忙。那假设真的灾后就是台风之后有更严重的话，那就是再过来就好了。那提早做准备，志工也紧将寄回物资搬入来室内，都惊风雨手段会保采民众的爱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